来了新住户啊506的新住户。506就是咱们楼上的那个，这房子好像空好长时间了。管他呢，反正关了门，谁认得谁啊？哎哥，钥匙在哪？啊，不会新来的邻居就是你吧？对啊，大家都是朋友，以后要麻烦你们多多关照。果然有拿到溯源的精髓哦。你故意的，只是凑巧。撒谎。林小姐，万总的手术费还有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开销，我就是一个小职员，我负担不起这么高昂的房租，再不换地方，我就要逃离北上广了。广州这么大，你住哪儿不好，你偏偏租这里？对啊，广州那么大，我刚好就租到这儿，不是更加说明我们之间有缘分吗？我以前怎么没发现？你还有这么幽默的天分啊！还行。加油！吴东呢？那最贵的餐厅定位要迟到了。来啦！火气那么大。有8条评论，有进步哦。那个叫高山的恶人把女主角欺负得好惨啊，好想打他。很喜欢这篇故事，文笔真好。虽然，但是不觉得很有魅力吗？好危险，好霸道，我喜欢。求给高高加戏。加什么加？等会儿我就把他给写死。好精彩！奶奶不会又忘带钥匙了吧？你最爱的草莓味儿？不喜欢，很讨厌。